聖經撒母耳記上23章第2節，所以大衛求問耶和華說：我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，可以不可以？耶和華對大衛說：你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，拯救基伊拉。呢度俾我哋見到係大衛係一個蒙神喜悅嘅一個人，其中一個嘅原因，因為佢求問耶和華，佢曉得凡事都求問耶和華。呢度俾我哋見到佢求問耶和華可唔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。耶和華對大衛說可以。我諗呢個係相當重要嘅一個屬靈嘅功課。當我哋曉得求問神嘅時候，做神允許嘅事，討佢嘅喜悅。當你求問佢，佢允許，佢自然就會幫助我哋。求主幫助我哋依靠佢，曉得求問主，常常行喺神嘅喜悅嘅裏邊，討佢嘅喜悅，知道神嘅心意，行在佢嘅心意當中。我係鄧英善牧師。